环视溜。我是徐薇老师，求求你嘛，开口跟我讲客家话哦。第一句话，你看我穿这件衣服漂亮吗？你看，爱着呀衫有奖毛。你看就是你看，爱着就是穿的意思，着。呀衫就是这个衫，就是衣服，有奖毛，有美丽吗？哎呀，我们一定要说好听的话喽。你做嘛给都讲，你穿什么都漂亮。做就是穿，嘛给什么都讲，讲这个字一定要学起来，就是很美的意思啦。哦，给爱天呀扎头好吗？天就是用电这个字，其实就是烫头发。天呀扎就是这个头，我电这个头，就是我烫这个发型，好吗？懂好看呐、哎呀，好看好看呐、哎呀，好像在教你们用客家话拍马屁了。但是人人爱听好话，多说准没错。我们请神秘嘉宾讲客家话给你听哦。你看爱做呀身上有好看吗？身材好，做乜嘅路講？真緊啊！愛天呀頭那麼，個呀衫褲有皮嗎？有啊，真好看哦。哎呦，真給俺知識。好，來，學到什麼好話呢？哎呀，讚美人穿什麼都漂亮，怎麼講呢？你做乜嘅都講，懂好看呐！好，今天學到這了，拜拜。